我要请咱每一个人，甲阮搁一摆，咱做伙举起咱的双手，咱要搁一摆来敬拜咱的主，因为相信已经运行伫遮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我归拢归你面前，我呼求你有回应，开心门双手来举起，我追求你的真理。归拢拍摆，欠比基督。咱就做伙用咱的心，做伙来祈祷，来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身躯有软弱的、有欠安的，咱做伙来替因祈祷。无论你想到什么人有需要的，咱拢替伊提名来祈祷。好不？咱做伙大声，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啊啦啦啦。